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屏东的放疗病院，封院16天，早起恢复营业。回顾这段时间，因为印度变种病毒侵入屏东，放疗病院不得不要来关门。病院嘛紧急帮327个医护人员来做体检，经过3届 PCR 检验拢是阴性，中央确认安全了后，早起开门来看诊。一透早门也未开，就未少乡亲排队要来看医生。 你有那个自主健康管理哦？对啊，我也无注意啊，要对啊。民众提健保卡，一透早就到放疗病院排队。封院16天，今仔日总算重新看诊，真侪人拢排队等要看诊，不过嘛有人排甲真生气。哦，你比较紧张偌钟啊？总知爱往方便搁较紧，这老人袂堪你徛。居民真着急，因为放疗病院对在地人来讲真重要。 封院的期间，在地人敢若才去乡村或者是其他县市看病。他昨天有传简讯，哦，昨天传简讯通知你，嘿，就是可以来抽了。民众像头一天看诊，唔免搁走去其他的所在，慢慢因为健保卡是放疗人的身份，就互感觉真恐怖。 封院这16天的时间，都有塔病倒伫新屏东，放疗病院因为逼出军事案，赶紧停止营运。针对327位员工 PCR 体检2采拢是阴性，报请中央嘛总算核准。大家的心情都是当然非常的雀跃，非常的期待。套句我们医师讲的说，哦，我终于可以再当医生了。那医护人员总算会使搁转来，民众嘛真欢喜，唔免搁线顶看诊。不过要是要呼吁民众，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。